好難，但係佢哋講落係咁樣嘅。呢個人教緊，如果你唔好咁刻意去用力，你會學得快好多，打得好得多。個諗法係俾身體發揮原本能力，但呢樣好難，因為你個腦成日會攞我要打好咁，要過網。最後呢，我會對網球嘅內在比賽呢有啲反思。假設你而家想學一樣新技能啦，首先呢，你可能會死記硬背一套好複雜嘅指令，跟住你會命令你個身體去跟住做，然後當你個身體反應唔夠快嘅時候呢，你就會開始責怪自己。呢個通常係一個漫長又令人沮喪嘅過程。喺洛杉磯有一位叫 Timothy Gallwey 嘅網球教練，佢聲稱自己有一套更好嘅方法，佢將喺呢套系統稱為內在比賽。最近呢，我哋邀請咗 Gallwey 嘅示範啦，睇下佢點樣可以喺短時間內教識一班完全冇基礎嘅初學者打網球。一開始有啲學生表現得好懷疑，其中一位係平時好少運動嘅中年女士，叫 Molly Groger。救命！我需要人幫，救命！唔係求其邊個都打，救命！你知我需要人幫，救命！我已經有成20年嚟做過運動啦，我可以想像到自己成日喺度追波，你知啦，一球都打唔中，淨係喺度追。我聽過內在比賽，但係我真係唔覺得對我有用啊。事實上，我尋日仲打個電話嘅取消，因為我覺得佢希望，但我最後被說服佢過嚟。如果我哋學行路嘅方式，好似我哋學運動咁樣，阿爸會話 Tommy 先伸咗腳，重心放腳啲，慢慢移過去，唔好太快。而家先移，當你隻腳過咗右腳之後呢，你就移過去，將重心放喺左腳。你明唔明？但事實並唔係咁樣嘅。相反，細路仔 Tommy 坐喺度，佢只係留意住佢爸爸行路，佢只係諗住佢，佢甚至唔係喺度研究緊，佢就開始做，然之後跌低咗，但係佢唔會話：哎呀，死啦！我做得咁差，永遠都學唔識行路。你知啦，我成日向右跌，點解我會向右邊跌㗎？咁起翻身又向另一邊跌，呢個唔單止係嘗試同出錯，呢個係嘗試同修正，嘗試同修正，但呢種修正係自我修正。啲人喺外邊教佢應該點樣做，佢係從自己嘅經驗中學習，而且佢學得好快。而家內在比賽嘅諗法就係用同樣嘅方式去學打網球，去學習點樣打波，而唔係成日刻意去控制自己嘅動作。我會叫 Tim 打機波俾我，當個波喺空中飛嘅時候，我想要你淨係諗住嘅。當個波一落地嗰刻，我想要你講彈。佢個波撞到球拍嗰一刻，我要你講打。Time 就會講彈打，你只需要望住個波就得啦。好咁，彈打。內心訓練入邊所有練習嘅關鍵就係將注意力集中喺某個地方，等佢唔會干擾到身體自動擊球嘅能力。你企喺呢度，Tim會掟幾個波俾你，你就繼續做翻同樣嘢嘅。我使唔使試下打？一開始唔使做咩，個波彈你就講彈，想打就講打，但係唔好真係打。等你真係想打就打啦。好啊，彈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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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當球員初學網球嗰陣，佢講彈嘅時候咧，其實佢亦都用眼尾望住我打波，所以就算佢唔係刻意去睇我點打，我擊波嘅影像都會直接進入佢嘅記憶入邊。玩得開心咩？係啊，好好玩。你中意我噶啦？我好中意。任何關於網球嘅書入面最重要嘅原則就係要望住個波。咁一個網球員真係望得個波夠多啊？原因係佢哋會覺得悶，所以我試下佢個波度揾咗有趣嘅嘢俾佢哋嘅。所以咧，我哋會觀察個波嘅飛行軌跡，嗰條優美嘅弧線，就係個波喺空中飛過嗰陣畫出嚟嘅。道理都係一樣，
將心思放咗一個可以保持冷靜嘅地方，唔好令自己嚟緊張啦，而係要放鬆同埋感興趣，咁樣身體就會表現得好出色，真係好出色嘅。Molly， 你可以試下聽下一個波，聽下佢撞到你球拍嗰陣係咩聲？聽到喎，聽到嗰個聲咩？嗰個聽落似咩聲？好沉悶啊！好似撞到木頭咁，嗰種木頭聲，繼續聽落去，好快你就會聽到你中意嘅聲，聽住佢就得啦。好，而家聽下呢邊，好女仔。好，而家要意識到球拍係你手臂嘅一部分，係啦，感受下佢，唔好咁刻意，順其自然，係啦，點樣舒服就點樣做，Molly。每次我一開始咁就會出錯，感受下個情況就得。當你唔再去睇身體，好似就知點做。你左手感唔感覺到佢嘅邊啊？好女仔，就喺後邊嗰度感受下。聽住啦，Molly，我哋而家要做另一個動作，而呢個動作叫做發球。發球其實就好似跳舞咁，我睇翻嚟呢度，我會示範點樣跳呢隻叫發球嘅舞，好唔好啊？呢隻舞我跳過啊，等我直接示範一次。如果你想可以跟住，哼，好，嗰個節奏係咁樣嘅，諗住啦。大聲得，好啦，而家你要咁樣做，我諗你企喺度，合埋眼，想像下自己跳緊同一隻舞，你可以試下輕輕出嚟，一路做一路，係啦，好，而家我諗你睇到唔好嘅，直接快手做一次，唔好㗎，直接發球，係啦，發球，好。唔使驚打唔中，繼續發球，繼續唔好佢去啦，做快啲，大家好好再睇，唔使擔心打唔打得中，大聲喊，等我聽下，大聲舉個節奏，啱啦，我叫佢哼出我發球嘅節奏，咁佢哋就唔會諗我佢個手踭係點嘅，對手又係點，佢哋唔會夾硬需要記住嗰啲嘢。佢哋開始哼，然後佢哋會發現自己做緊同我好相似嘅肌肉動作，但係佢哋完全冇刻意去睇，所以成個動作就好自然、好流暢，唔使好耐就學識。呢個就係發球。出街！唔好打身啊！打中咗啦，記住。OK。好，呢個係你網球生涯嘅第一分，比分係15-0。太正啊！好犀利，好靚。好啦，Molly，你唔需要打失台。突然之間，所有嘢都變得好輕鬆，我就好似飄下咁，你知啦。好自然就做到出嚟，然後我心睇啊，我打緊網球啦，你知啦，嗰種感覺真係好美妙啦。清楚知道自己想要嘅，然後由得佢發生，唔好太過用力。我要試下令你打失啦，Molly，因為打咗好耐，所以我會打得用力少少。你只要繼續望實個波就得。望實錢，加油 Molly， 佢度幫你加油啊 ，Molly， 唔好分心，望實個波 ，Molly 好好，呢個就叫網球。